台中的逢甲上宽4月新设标线型的人行道，互过路人有行路的空间。也毋过嘛是有袂少车拢违规停伫标线顶头。警方加强处理，4月底到今已经开出141张的罚单咯。另外，伫中兴街是有民众反映讲暗时尤其是拜六礼拜，有真侪车拢停伫标线的人行道顶头所以民众嘛是无路通行。台中逢甲上宽的车路边出现几条青色的飘线，这是交通局规划飘线型人行道，边还有乌多摆停车格。不过民众对这款的人行道敢会当确保安全，有无共看法？还是有一点作用啦，因为白天其实人比较少，晚上人很多，那车相对的就会比较多并排啊什么的。我觉得有点危险，因为我们走在前面，车从后面来，不知道它的状况是怎么样。违停队也蛮多的。台中市交通局伫逢甲上宽的福清路规划缩短车路跨度，佮甲乌多摆停车格画叉叉，增设1.5公尺的飘线型人行道。今年4月底完工，警方表示已经加强宣导甲处理，4月底到今处理141件。不过实际去现场观察，违规停车的状况也是真侪。那每日规划4到6班次的巡逻班次，那约40人次，针对辖内共17处的标线行人行道，加强取缔违规占用的情势。伫台中市西区的中兴街有同款的飘线规划，不过部分已经看无啥会清楚。袂少民众表示，嘉华市区边仔有袂少店头，暗时违规停车游玩足侪。汽车比较多吧，可能都是货车啊，在那边下货什么之类的这样。它就是只画了那个绿色的部分而已。这个设计一开始就是这样画，那只是后来可能就是行人的声音比较大声，那个停车保护这件事情就被忘记了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飘线型人行道除了确保过路人安全，嘛应该利用车路边确实画出停车空间，才会当满足过路人甲车的通行需求，嘛确保双方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